10名维吾尔族学生的命运未知。2017年在埃及逮捕的维吾尔留学生面临着不为人知的命运。埃及警方于2017年7月4日突然采取行动，围捕并驱逐在凯罗埃兹哈尔大学留学的维吾尔族学生。初次100多人被逮捕，其中有一部分人被强制驱逐到中国。从那时起，家人一直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穆赫塔尔肉兹也是名受害者，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妻子说：“中国害怕维吾尔青年，所以一直打击他们。我不知道我的丈夫是活着还是死了。”中国强化在东突厥斯坦的军事存在。随着东突厥斯坦的纳粹集中营继续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据报道，北京当局以安全为借口，秘密在东突厥斯坦山区进行军事准备。据最新消息，东突厥斯坦的每一个县境内部署13万名来自中国内地的士兵。虽然中国当局宣布在教育营学员结业后获得释放，这一反常举动引发外界关注，被认为是在集中营被不断曝光的情况下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之下，中国自我辩解而导演的政治谎言。被拘留者继续受到严密监控。阿萨德继续袭击伊德里卜。尽管各方在索契同意保护停火，但阿萨德政权继续打击伊德里卜非军事区境内的平民据点。阿萨德政权和伊朗支持的恐怖组织在非军事区境内的平民据点用重武器进行袭击。索契共识规定，这些地区不能使用重型武器。印度南部遭飓风，至少40人死亡。印度南部沿海地区遭飓风袭击。据地方媒体报道，飓风贾雅袭击印度南部泰米尔纳都省，至少40人死亡，超过8万名蒂瓦地区居民已送往救济中心安置。国际刑警组织选举新主席。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准备在今天开始的大会上选举新主席，接替孟宏伟的职位。第87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于11月18日至21日以迪拜召开。国际刑警组织前主席孟宏伟已在北京逮捕并被迫辞职。这次大会上，来自韩国、俄罗斯和南非的候选人将竞选主席职位。